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愿上帝保守看顾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清楚明白甲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。求主帮助阮，透过敬畏上帝甲谦卑的心，当诚做上帝所疼的人。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信徒，阮知万事万物拢伫上帝手中所掌管，只有上帝才当兴起万事万物互相效力。祈求上帝照着起造固守，赏赐阮有产业甲家庭，也互阮伫对德的面前无底高见效。求你帮助阮，保护阮。互阮诚做一个蒙恩蒙福的人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今仔咱所读的圣经节是记载伫诗篇内面。诗篇有150篇的经文，其中72篇甲127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。诗篇127篇是上行的诗。上行的诗意思就是，以色列人每一年有3摆前往耶路撒冷圣城敬拜，因慢慢行，慢慢向前，一边行一边唱，唱这诗歌，吟这诗篇。伫吟诗的过程，因拢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上行向上。要去朝见上帝，这个时阵，因的脚行往圣殿，因的心往耶和华上帝。因上行的时，内心反省家己，喙内常时吟诗学罗上帝是至善的。所以咱看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1节的前半段，圣经在讲，主题。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伊的人，就空空着无。咱读到这个经文，一定感觉足奇怪。伫咱的经验内面，咱目睭所看的每一个建筑物，拢嘛是人的手所起造的。但是圣经内面，所罗门王是安怎讲？讲主题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伊的人，就空空着无。伫这节经文里面，所罗门王要讲的是。上帝的权柄，上帝有2个权柄伫这节经文中间。第一个是起初的智慧、起初的能力，拢是耶和华上帝所赏赐的。第二个权柄是起初的过程、起初的这个环境，嘛拢是耶和华上帝所保护的。所以咱看到第一节的后半段讲。城市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伊的人空空警醒。这句话更较深刻，因为这句话是所罗门王伊家己亲身的经验，伊捌领导过军队战争，所以足清楚固守城市的人，无论是安怎警醒，敌人。拢是有逃跑的机会，敌人拢受迫害的机会，因为固守的人是徛伫足明显的所在，但是逃跑的人常常拢是伫黑暗的内面。所以所罗门王有一个感触，就是讲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，若是将城市交互耶和华来固守，耶和华。在咱人的心，当敌人要逃跑的时阵，耶和华伫固守的人心中轻轻提醒，固守的人就知要安怎有效来防守固守。或者是讲，耶和华会当互敌人的心中伫逃跑攻击的过程中间产生惊吓紧张，直至到败落逃跑的规矩。或者是讲，耶和华上帝让互敌人无想要逃跑，互敌人无想要攻击的念头，安尼
固守的人就会当真简单、真有效完成固守城市的工作。所以咱若甲圣经第一节头半段甲后半段连做伙时，你就会看到上帝智慧伫内面。第一节圣经在讲，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磨；城市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。这两句话是互相关联。前半句讲到起造产业，后半句讲到固守城市，都亲像智慧人伫讲创业维艰，守成不易。咱拢知，市场环境一直在变动，人的心境一直在变化，所以若要应付一个不断变化、变更、变动的心境甲环境，真是一件真困难的事。所以所罗门王透过圣经甲咱讲，人只有谦卑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你若愿意，我会当活着；主啊，你若愿意，我会当做这个代志，做迄个代志；主啊，你若愿意，我会当趁这个钱，或者是趁迄个利润。因为一切拢是上帝在掌管。人应该敬畏上帝，谦卑伫上帝面前。各位亲爱兄弟，第二座的圣殿叫做所罗巴伯所起造的。所罗巴伯伊重启圣殿，伫主前515年完工，但是一直到伫主后70年，这个圣殿和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带兵攻破耶路撒冷圣城，迫害、佮烧害、佮弄倒。第二座圣殿只有剩一面墙，是伫西边的所在，咱拢甲叫做西墙，就是即马叫做苦墙，或者是以色列人讲的基督的墙。第二座圣殿拢总存在585年，第一座加第二座拢总959年。各位兄弟，咱知以色列历史甲咱讲，圣殿被拆毁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上帝，上帝弃杀这座圣殿。咱人唯一当做就是谦卑认罪，悔改求赦免。对这咱通知，厝体城市的兴建、拆毁，其实拢是在伫上帝的掌管。若是上帝要弃绝的，人安怎固守拢无效。反倒转来讲，若是出自上帝要起造的，上帝家己时时刻刻会固守。咱看今仔日第2节的圣经节讲：恁早早起，晚晚困，食落落所得到的饭，也是空空。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伊要互伊好困。各位兄弟，咱知一个人清早起床，温困做工。起做，固守的固守。下暗时，这个人享受伊一天辛苦劳苦的成果。这个人无投机，嘛无勉强。但是为什么所罗门王会讲这的拢是空空？关键的所在是在伫这节经文的后壁段。经文讲，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伊要互伊好困。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伊要互伊好困。这节经文的强调，假使一个人，伊甲上帝、甲耶和华、甲咱的主拢无关联，伊清早落落，暗时休困食饭，甲动物拢同款。醒起来就活动，枵就食，喙斗就啉，忝就困，这甲动物拢同款。无怪有人会讲啊，我昨昏忝啊，看你一只牛咧，我今仔日忝啊，看你一只狗咧。所以俗语台湾话伫讲做牛就拖，做人就磨。人生若是只有为着起床，为着做工，为着劳碌，为着食饭，为着休困，安尼人的一生真正就是拖磨。像牛在拖磨同款，人甲动物拢是同款。所以诗篇的作者讲，这的拢是空空。
生活若只是剩无用，剩应付，剩重担，剩拖磨，咱的性命只是剩什么货？透早起来枵食忝困，伫劳碌的生活中，一点仔都无上帝听充满的时，就是拢是空空。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所罗门王甲咱提醒，伊讲啥？伊讲伫第二节的所在讲，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伊要互伊好困。上帝要互伊所听的人安然好困，得到头目，心身肉体拢得到换新，精气神拢饱，就拢无空空。所以一个人若伊的性命甲上帝有关系，耶和华主上帝有关系时，伊清早起来，欢欢喜喜朝见上帝，领受上帝听，有上帝同在，感受就无共款。每一天的生活拢伫上帝听内面，所以你听上帝，上帝就听你。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上帝要互伊有平安的日子，有满足的性命，有喜乐的生活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应该为着上帝来活，每一人每一天拢爱活着，就是为着上帝。咱来看圣经节第3节到第5节，这3节会当连做伙来看。第3节讲看，今日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，怀孕的胎是伊所予伊的报酬。少年时所生的囝，亲像勇士手中的钱，伊的境地充满的人有福气。因伫城门口甲对着讲话，的确无敌见效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赏赐咱今日真做咱的产业，是要互咱学习如何经营、如何管理，也要互咱学习免安来领受人生中间所有的条件。上帝赏赐你，互你怀孕生产，所以你的细囝要真做你未来的祝福。所以第3节、第4节、第5节拢有关联。第5节特别讲少年的时所生的囝，亲像勇士手中的钱，战地充满的勇士，徛伫城门口，固守第一线。这勇士有勇敢，有胆量对付敌人的攻击。就亲像最近台湾防疫期间，徛伫咱国家门口第一线遐的公共卫生专家，无论是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师、器材检验的专家、科技的专家同款，这些人拢亲像勇士伫保护咱台湾。所以咱知诗篇127篇叫做上架的诗。啥叫做上架的诗？意思是讲第1节唱到第5节，唱了还佫转去第1节，佫继续唱到第5节，不断的反复，不断来唱，就是要不断提升信徒，爱谦卑面对上帝。诗篇127篇有2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咧讲，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一切拢是空空的。第二个意义伫讲，真做耶和华所听的人，才会当伫对着面前得到胜利。所以诗篇127篇甲咱讲，伫消极的方面，咱爱知，若毋是耶和华的固守，若毋是耶和华的起造，咱所认真打拼的一切拢是空空着无。伫积极方面，咱爱知，咱爱真做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上帝所欢喜的人，就必须爱甲咱的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建立上帝所欢喜的生活模式，就是敬畏上帝。因为咱的生活中间所有的事物、环境的变迁，拢伫咱的上帝掌握内面，所以咱只有仰望上帝，祈求耶和华的怜悯。圣经讲的，厝体若是上帝起造，咱就袂会空空着无；城市若是耶和华固守，咱嘛袂空空经青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中国武汉肺炎病毒，所谓 COVID-19
COVID-19 这个病毒的这个疫情，对全世界产生无法度计算的这个苦难、伤亡的时刻中间，咱应该好好来反省。第一项，咱反省的是瘟疫病毒是上帝的审判吗？瘟疫病毒是上帝对人的审判吗？我要跟人讲，在圣经内面所有出现的瘟疫病毒，拢跟咱的上帝有关系。伊要表明三项的意思：第一项，表明上帝有主权；第二项，表明上帝会管教；第三项，表明上帝的天罚，特别是对领导者过失的天罚是真大的。咱若看出来埃及记第9章，你就知上帝降瘟疫是要甲埃及人讲，上帝才是真真正正的掌权者。咱若看民数记16章25节，16章甲25章，你就知上帝降瘟疫，假使以色列人伫旷野发怨言，拢总死38700人。咱若搁看历代志上卷21章，撒母耳记下卷24章，你就知代表王犯错，伊接受上帝的天罚，所以上帝就降瘟疫，百姓拢总死7万人。这是咱第一个爱反省的代志。第二，咱要反省的是人的受苦，上帝敢知影？人的受苦，上帝知吗？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查看世间人，所以当苦难出现的时阵，人所流的每一滴目屎，咱的耶和华上帝拢看会到。诗篇1篇安尼甲咱讲，当上帝百姓受迫害，上帝甲因讲：“我清楚知恁所受的痛苦。”出来就记内面也甲咱讲，伫新约耶稣也甲伊的门徒讲：“我将这些事拢要甲恁讲，是要叫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艰苦，但是放心交托主，因为我已经较赢世间。”第三项，咱爱三甲反省的是，苦难要帮助咱调整心灵，苦难帮助咱调整心灵。咱大家斟酌想看卖啊！伫2月初1的时阵，武汉肺炎病毒，所谓 COVID-19 这个病毒，全世界判病人数才12031个，死亡人数是259个，全世界只有26个国家有患者。但是伫4月18 ，COVID-19 造成全世界判病人数216万人，死亡人数15万人。全世界有185个国家出现患者，死亡率达到 6.6%。所以如果伫2月份的时候，有人甲你讲这个疫情伫2个半月了后，判病人的150倍，死亡人的500倍，我相信无人会相信。但是咱注意想看卖啊，2个半月了后，只有过77天，这个可怕的数字不只是出现，甚至看不到结束。咱台湾伫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，咱的政府有限制医疗物质出口，也控制出入境的这旅客，也甚至征收税单，由国家统一来管理。但是咱即摆来看，这个限制，即摆想起来，绝对是深深的影响。原来限制也是另外一种的祝福。限制也是另外一种的祝福。2000年的时阵，国际基金组织 IMF 有定义什么叫做全球化、全球化。伊讲有4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国际贸易往来
第四个条件是资金投资的这个流动，第三是人口的这个迁徙，第四是这个知识的传播甲复制。武汉肺炎疫情 COVID-19 这个疫情拄啊证明一件代志，原来全球化直接成做病毒传播的桥梁。所以当人口流动成做传播病毒的桥梁的时候，咱人伫这个时阵只会当谦卑恳求上帝出手煞这场的瘟疫的疫情。因为当资本投资、经济流动变作泡沫，当跨国的在贸易往来限缩，然后变萧条，当百姓的行动拢被限制伫厝内面，袂当出去，每一家口的人的开销拢是基本开销，安尼全世界经济连续衰退崩盘的影响，一定会比病毒本身更加大。第四项，咱来反省的是，原来咱的厝、咱的家庭才是安全的所在。有马街医生写文章提醒咱，讲爱居家自主健康管理，意思就是讲，卖咱逐个人走出去外口，然后伫遐出门群聚，所以一个仔囝逐个拢变做宅男跟宅女。以前咱有时间，咱拢想要安排出外机会去佚佗游览，或者是出国旅游、出国旅游。但是即马想起来，大家拢想要，若无什么代志，就留伫厝内面上好。因为厝，咱的家庭，这是一个真正会当互人放心，互人得到安全，会当褪下你的喙蓝，认真呼吸。甚至你穿然后拍下唱，嘛拢袂影响到别人的所在。所以感谢主，咱大家拢宅在家里，所以好唔好？我唔知恁兜有几人伫做礼拜，请你甲边的人讲吼，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。我知影恁伫电视内面，大家会当互相鼓励吼，伫家庭内面互相鼓励，真欢喜会当甲你来做礼拜。最后第五项，咱爱三角思考的是，咱爱重新思考南是摇花的功课。这个疫情带互咱真侪惊吓，但是咱到底咧惊啥？咱惊破病，咱惊死亡。其实这就是咱的人生，咱人生内面有足侪艰苦，足侪惊吓。甚至每一个人的人生最后拢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攻击，所以有人在网络上开玩笑讲：这场的疫情，互真侪人，无论是调查员，无论是警卫，拢忽然间变做哲学家，问的问题拢是有关哲学甲神学的问题。大家拢会问讲：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往哪里去？我会记得细汉时，我的牧师甲我讲有一天，上帝嘛会伫天堂门口问你这三个问题：你是啥人？你对倒来？你要去倒位？各位亲爱兄弟，香港建道新人医一个牧师写文章讲，甲咱提醒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，唔好浪费这届疫情。伊讲，如果你若无相信疫情是上帝所应允的，安尼你就浪费这届疫情。因为牧师甲咱讲，凡事发生拢有上帝旨意，上帝应允。伊嘛提醒咱讲，如果你若拒绝思考生命意义，安尼你嘛浪费这届疫情。路加福音第9章甲咱讲，因为人若得到全世界，丧失家己，损害家己，有什么利益？诗篇第90篇也甲咱讲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已经赢过这个世界，所以咱来靠主得到胜利。
约翰福音16章，耶稣甲门徒讲：耶稣讲，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踮伫我有平安。伫世间，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主上帝真做咱每一个人生活的模范，所以咱要倚靠主，得到胜利，赢过苦难。好毋好？你搁甲边人讲靠主得到胜利，赢过苦难。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也讲，一概无得看路，独独万行事，就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在伫上帝，就上帝的平安，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弟兄姊妹，生命身躯是咱的父母予咱的，那是上帝特别予咱每一个人有灵命。咱的灵命是上帝所赏赐，上帝所创造，所以咱人一生都要好好运用这份礼物。上帝予咱的身躯，予咱的性命，予咱的灵命。人生是艰苦的，人生是有限的，所以咱应该好好珍惜，都要好好珍惜。若是应该弃杀的，就要马上弃杀。咱伫世间虽然有苦难、有挑战，咱也无一定知影苦难的原因是安怎，但是咱会当确信，上帝永远要甲咱同在。希望每一个人会当好好珍惜上帝所赏赐的生命，每一天拢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荣耀咱的上帝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上帝啊，只有你是值得阮献上尊重、荣耀甲学乐。阮坚定相信，阮只有甲上帝同在，阮就会当赢过每一场生命的考验，包括伫世界造成极大伤亡甲损失，对中国武汉来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疫情的影响。上帝啊，阮即时祈祷，向你恳求，求你医治已经感染这个病毒患病人，也保护遐个还未被感染的人。求你互全世界医生、护理师、药师、检验师、医疗器具这些科学家，有对上帝来的智慧，会当找到有效对抗影响全世界的病毒的解药，然后全世界政治领袖有对上帝来的智慧，会当有效控制全世界所产生的经济无稳定的情势。也求主祝福全世界教会宗教领袖有对耶和华来的智慧，会当知影如何彼此同工，互相合作，做伙关怀社会内面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恳求主耶稣平静阮心中的惊吓甲烦恼，也互阮有坚定的信心，倚靠你。你的毋忘，你的喜乐，你的平安，要大大充满阮每一个人。恳求你借着这摆流行病毒所产生的影响，也开启世间人伫灵性顶面的复兴。人唯一会当做的就是，更较谦卑认罪，伫上帝面前有悔改、求赦免的心。阮祈求上帝的神彰显伫阮每一个人中间，上帝医治、宽病、荣耀也降临伫阮每一个人中间。阮感谢主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